改变。唱那条歌的想到哪里？想到外婆，小时候虽然住在一起，但是很遗憾的是，最后我没有看到她该死的一面。期盼流动那最近用白人呀，堂堂帅唔得啦。所以哎太紧张嘞。跳上海啊，上海上都帅唔得啦。三姑娘啊，冲啊，心路开哟，无冲过的心锁，老爷大擂台，老爷向下来。哎，今天迄么个7强决定赛，哦，流行歌曲组节目就是等一下就会少一个了。台上看有8个人嘿，等一下就少一个。你觉得哪一个会被少掉？我觉得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，我希望他们都留下来呢。对啊，但是是不可能的事。不可能啊！嘿啊比赛赛制就是每一关就要一直那罗哥呢筛检。我们来介绍评审老师。70位欣赏，70位欣赏，总比欣赏，右手去欣赏。好啦，今日迄菜市7强的比赛7，强比赛，嘿。哦，来讲下评分的规则。好，先先恭喜，先恭喜8位8强当厉害的哈，先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爱啲海鲜入摆度都行到了8强，今比喺7强嘅决定赛真係當難啦，知道？用版顯啲啲今本日的比賽底擺度脱穎而出，除了頭前注意嘅嚴準啦、節拍啦，哈，最重要係乜嘢點哦？最重要係啲擺嘅比賽做得本你看到到以前有乜嘢目標樣，超越自我，本電視機頭前觀眾也本欣賞，知道講你有進步哦，你已經突破了你自己過去的表演方式，還有超過的方式，本來你耳目一新的感覺，好冇？我之後8位都當強啦，8位有8晒鐵石，不管用版型加油做錯嘅，順利拿高分，好冇？加油！好，什麼欣賞？ OK， 好，好，你來夾個這項比賽咯。好 ，TV， 王子甲帶來3腳胎，荷塘來。荷塘。按作怪，看到人就硬硬擺。有時有日本愛作到一片綠人一片曬，三腳菜按作怪，看到人就硬硬擺。有時有日本愛作到一片綠人一片曬。拜拜拜，拜上天，拜上天做神仙。拜拜拜，拜落地，拜落地做奉天。三腳菜按作怪，看到面就硬硬擺。有時有日本愛作到一片綠人一片曬。嘿，拜拜拜，拜上天，拜上天做神仙。拜拜拜，拜落地，拜落地做奉天。三腳菜按作怪，看到人就硬硬擺。有時有日本愛作到一片綠人一片曬。有時有日本愛作到一片綠人。一片曬。
使。哇哦！志佳好，志佳好。志佳你好，黄志佳哈。嘿，黄志佳以前不是那个棒球投手那个？很肿啊，很想肿。哦，那是张志佳哦。好。新同学啊。对，因为我个团员基本上去新作表演，所以这个是刚刚路上发现的，然后赶快把他拉进来。就你背吉他哎，这样。嗨嘛。对，我说你会弹吉他吗？哎，会。你会弹三口大吗？他还录音这样。还会录音。录音哦。你要介绍一下？哦，是。就在相关工作这样子。也是算录音编曲相关幕后的，对。幕后人哇，这都很伟大哎。厉害，跟林莎啦。林莎。拄隔壁林莎是吧？哦，这接糖豆给你弹啊，你看懂草呀。刚好就团员都不在，想说就找他来玩。哦。是。也是乐团的朋友就抽了。对，抽。音乐人都好棒啊，好自在，很 free，很自在。来，从个唐爱欣赏，来。期待欣赏。好，自家以后。个人吼，阮是呢乐术有差有真差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没有，我觉得是各自的好。我知道默契没有那么好。你在听的时候，我先讲自家好的吼，我知道给唱歌的。比爱之前糖豆喊他问哦，而且他知道他要表现什么了。譬如讲，就像你练武功一样哎，以前练武功他乱练的话就会走火入魔，可是他现在已经知道那个技巧了，他现在已经有点突破他的声音。炉火纯青了。爱吃到给他可以运用，你看他转圈回来，他声音还是稳的。不过他以前转圈，他回来还会踉跄。对，他今天喝不够多了，喝不够多，喝多一点可能转回来。两爱吃到我很惊喜的地方，因为三个太太说歌曲真嘅冇好唱，因为他的音域啊，还有他的歌词，他的都是一样的。你要用bản地兩特吞嘅歌詞，啲歌上裡邊都邊無腔用嘅上先，還有本來你唔能講嘅三個太的東西。像我就看到好多的三個太啊不一樣，在他的聲音裡面。他打上來就講，我覺得樂手可能對這首歌不是那麼熟悉，特別係律通感。我之後佢彈吉嘅。給唱嘅，我之後冇合腔下，因為我覺得只要這個不是技術的問題，我之後講吉他應該要跟着他的情緒走，我沒有聽到，我覺得這是最可惜的地方。怎麼你唱兩首歌曲，我糖豆冇腔嘅三個台，加油！好，安子姐，好，阿劉嘅吹下，夾個分數來。哇，自家嘅分數。救生衣服哦，对啊，不错，谢谢，恭喜你们啊，也谢谢。下礼拜还是麻烦你嘛，对不对？是嘛？对哈。好，那你们配合好，有机会好好练习哈。对。要变成 soul mate， 知道吗？好了，好，哈一比买，哈一比黑，万云仪，你给你，我给你，来，唐个啦，
这该一场改变的过去过去。可以哦，刚刚有芝麻开门的感觉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学英有没有想要唱那条歌诶？你有想到吗？看一下。因为我最近就是搬出去自己住，哦，对工作的关系。对，所以一个人住。然后我家平常真的超多人，我4个兄弟姐妹，家有4个，然后又有表哥表弟，然后家里真的人很多，然后一下子自己一个人住就很不习惯。古稀啊，对，古稀啊，古稀。你所以本来在哪？新竹县。新竹县呀。新竹市。新竹市。这样啊。就是七家带，所以七家在我不会待啊。工作距离家里很远吗？1个小时的车程。哦，那每天1个小时也蛮远的哈。对啊，所以要去个黑，哇，觉得有时候好空虚哦，没有听到家里那种吵吵闹闹的那种感觉。那天就是啊，有一个人说，哎，我那天去你家哦，我进去那个厕所，因为我就没有开灯，但是我进去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余光翻过去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，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头这样。那个人说。哎，你不要吓我好不好？我自己一个人住哎，你这样你很讨厌哎，这样。他说真的啊，我真的是看到一个头哎，你很讨厌，你到底那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真的一个人，现在又7月，你真的。对啊，吓死了。你看到什么啦？我看到那个莲蓬头啊。这。好了，从台北来。好笑的点在这，请势必欣赏。我应该讲莲蓬头。水龙头也可以。好 ，OK， 心怡，我第一年一直當希望亞軍嘅歌嘅，所以一直會偷夾嘅歌嘅嚟唱。好，唔過其實嚟講，人嘅上線咩當時合偷夾嘅歌嘅。好，我知道啦，我自家感覺。唔過另外咧，再講，針對佢本嘅咧，唔見俾佢唱歌嘅方式，其實一開始唱嘅時間啊，就從頭可能唔講還蠻下去，自家還蠻開始唱啊，就一直看。我覺得你今天太緊張了，因為你一要說國外，你如果前面沒有讓自己靜下來，你是沒辦法唱的。你一要說國外，他一開始帶你絕對不能讓自己緊張，一緊張後面全垮。好，後面會全垮。講唔是講人嘅基本功應該會做嘅，譬如講人嘅音準啦，人嘅節拍，人嘅咬絲。咬絲嘅部分有當嚴重嘅問題，係有2個地方，一層冇改清嘅地方，就係一個張開音、開嘴、張開的啊的音，跟開兩邊側邊嘴角音。你這2個一直都沒打開，所以人嘅嗓全部按你聽，你沒有辦法打開。所以當到嘅地方想要唱起來唱唔起來，因為你整個喉腔、整個口腔都沒有開啊，你的嘴型會決定一切，所以你會注意到亞嘅地方。所以感情有冇唔錯，可是在基本功你沒有 hold 到的時候，它反而會扣更重的分。你要記得這樣子哦。我只有聽到情緒是不夠的，這樣 OK 嗎？好 ，OK， 心怡，謝謝。好，歡迎大家回去。來，以你的分數。很吉利的數字。吉利數字出來，88。先回座休息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沙律，劉期待落嘅背影。來，等下。
爱肯定伊嘅配件，爱上爱了解伊，上伊嘅心情。你太累，伊也有一家嘅梦里。一半欢喜，一半愁，给爱了嘅心情。欢喜伊太累，伊做得一家比例，希望伊袂记得。全部给爱肯定伊嘅培养经行经验，经来经世。爱肯定伊嘅培养经比经过，经比经验。爱肯定伊嘅培养经行经验，经来经世。爱肯定伊嘅培养经比经过，经比经验。希望伊袂记得。伊一定爱记得，记得了条，全部给路。哇，非常有感情的一首哦，由朱自清老师所写的一首。你好，捡橘子的歌。罗国立老师那个 T 摆老都给写条歌，迄写个斯坦因，嘿，哦，没想到迄肯定给声音的不一样，嘿啊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讲感触很深哈。非常深。也是一个这样的心境就出来。系啊，因为虽然我出去读书诶，系啊，拢太好呢，我出去读书啊而。且他很伟大，单亲家庭呢，一个人抚养2个小孩，慢慢念，现在也变那么大。是就叫做东太好呢。对啊，可能声音的培养，哎呀哈，系啊，也太。看到条海那个牌子都，来泰国观影看到小孩的背影，就耶，我自由了，终于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。而且你唱完，你看老师们现在还在讨论呢。在讨论呢，哎，不知讨道在讨论好大声，不知道论什么怎么了，讨论我都不知道要不要 Q 老师。好紧张。是。请问好了吗？你刚哦好了哈。你刚表现的你自己觉得 OK 吗？就有一点跟彩排的时候差很多。哦，那到底差多少？差多少呢？上的听老师公平啊！总比很紧张。我大概知道你的感受，好，因为你从各个方式，你可以影响你的发声的地方，让你有一个问题。如果你一紧张，你的喉咙就会不听你使唤了，你所有的高音就完了。这个是这样的发声方式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也是这样，所以矮笛，你看你前面被你那个你看见天空，你被这句吓到，因为你的看不对，结果你看见你跟不一样，这句也是，因为这2句不够好，你心里紧张，结果了解你就完了，结果你后面就所有的高音全部都紧了。爱上爱了解你。我想要给你个建议，我觉得这首歌并不是那么适合你选，对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有一些东西，你如果高音的地方你放不松的话，它有很多后面，一直都是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松不了，你看你后面全部就是很
就是很可惜啦，吼，很可惜。那今天除了这样，再来就是因为你紧张，所以你连拍子都拉了，我觉得非常的可惜。不过我们刚刚讨论，我们还是觉得，因为你的紧张，但是你整个的声音跟你的这个歌曲诠释的情感部分，我们觉得还是会触动我们的心。迪妈，你前面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这是我听过女生，就是女生唱罗老师这首歌最让我触动的。前面进来的时候，那些年轻人他们唱得很漂亮的声音，可是却没有那个感受。我觉得你今天赢在这个部分。OK， 好，因为有辣点拍了啊，所以这个会样样都会升级的。嘿，可是真的很有感情，真嘅。好，来看一下几个分数咧。刘友琪嘅分数。也是很吉利的分数。有人跟你作伴。对呀，好，那万心怡。对，没关系，等下最后还不知道结果，因为现在要踢3场赢你。对呀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先回座休息，安子 C。好嘞，杀下来。宋家珍带来种种音。好嘞，等我啦。家珍好。哎呀，应该呢15岁子今年呢。哇，今天很成熟哎，15岁。不是今天，他一直都很成熟。不管他的这个歌路方面显得狗尾妹黑比较成熟沧桑一点。对啊，而且他的这个心也是非常的善良。平常没事他都会到养老院跟老人做对，我会去养老院唱歌，然后或是表演一些才艺给那些爷爷奶奶看，他们就很开心。真的。对，以后你到养老院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去唱给你。那麻烦你了，中午再陪我出去晒太阳可以吗？而且还晒变一半了，因为太阳刚好被树荫遮到了。真的，要给我量又不给我量，这样真的很棒哎！你看，台湾妹有一。就是去做那个公益演出，吃的去做公益演出，与其说我们
给他们，就是说表演给他们看，反而是从他们身上获得更多。哦，因为他们开心或什么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你做这件事情，唱歌这件事情好有意义。哦，真给黑唔黑？黑暗用哈。因为讲真，其实这些杜翁当一爹没多无聊，讲真的哈。对啊。对啊，有时候一些活动啊，听听你们唱歌也很开心，他们就会很开心这样子。好棒，好，继续做这些工作。好，继续加油。这个善心，好吧？好，来唐亚欣赏贡品。请来你给蛤蟆老师。哦，你搭配的真好，真的。哎，家真的在这个比赛啦。歌唱底部真的进步动多，哎，真的稳定度，尤其我们其他参赛者可能要特别注意，就是说，真的稳定度，还有这个现场的，你拿着麦克风表现那部分呢，哈，我家珍算是跟凯瑞可以比了，懂问题，懂问题，但家珍要注意哈，就跟我双排有私下有跟你有提醒到，就是说，你要上一丹田力懂强，咬丝懂好。但是今天这一首歌，我原本给你比较高的分数的，但后来掉下来的原因哈，可能你要特别注意哈，因为你大概有超过10个字哈，发音是闽南语发音的哦，好，随风调，随风啊，不是随风啊。随风，咩随风，这两个发音底部有差不多嘅啦，好多的发音，所以特别注意啊。我听前面唱懂不听，从来后背差不多，有时候差4后变成闽南语发音的客家话啊。华语发音。这个发音啊，就你上线就来起来嘛哈。但是家珍还是非常肯定，就在比赛的其中嘅歌上哈，因为平时看待你，哇，慢慢成长。我相信你对那个一定是个未来的明日之星。但是人家发音那部分呢，特别注意哈，有些都被人家溜强啊哈，不要因为小小的这个一个失误哈来把分数打下来，我觉得很可惜，好不好？家珍再给你鼓励啊，注意一点没哈，加油！谢谢，什么欣赏？哦，很主席，加油，好吧？好，来看一下也改个分数。松嘎直接分数。唱出来就不会想到反应，想到外婆。小时候虽然住在一起，然后但有后来长大之后读书之后，就偶尔会回去看她。对，但是很遗憾的是，最后我没有看到她会死的一面。松嘎直接分数。93分，青菜卡啦啦，对啊，而且老师们都笑得好慈眉善目，有冇？真的，对啊，93分，93分，冇问题啦，係啊，冇問題嚟啦，先恭喜你，恭喜，好了，在列當中，這些殺下的這一位先棒哈，好，陳凱水帶來嘅永遠，好的，等我啦。18歲就唔盼的，到尾愛做你實在無欺騙。雖然愛離開無甲安多年，你比愛的心還係隱隱去強烈。兩個你的天空隔壁，基本你的思念無變，無愛比你高。多謝，相依嘅阿不掉，就看你嘅相片。兩個嘅你的天空隔壁，不是他多麼自戀，愛袂上網過美麗，
期待你思想的永远。哇，唱的感情非常投入啊！还好吗？hold住，啊！对，很怕。哦，这样我都要哭。啊，你哭点那么低啊！你看人家哭，你会受不了。我会呢。哎呀，我度唔掉。会。哎呦，唱到一条歌的小动蛮赢的。想到外婆。外婆已经在天上。对。他现在正在关照着你，听你唱歌。对，那因为其实我一听到这首歌，了解歌词之后，我觉得就很有意境。可是，在练习的时候，真的是没有办法唱完。因为我觉得那个这位老师把这首歌的歌词写的跟我外婆真的也很像。因为小时候有给她带到，然后她也是教我们，就是做人要很正，然后不可以去欺骗人家。对，然后我们小时候虽然住在一起，然后但后来长大之后读书之后，就偶尔会回去看他。对，但是很遗憾的是，最后没有看到他在死的一面。这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这样子。对。但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阿嬷教你的事情，外婆教你的事情，好好生活。对呀。好好过好自己的人生，这就是他的希望，实实在在的做人，也不要去欺骗人家，把歌唱好。把这个唱片销售量更好，对，点阅率更高，对，好，突然拉回现实面，对，好，是因为他从小都是阿婆带大的，所以他的黑，人家黑啊，哲伟老师也是嘛，对，这首歌是不是就是下不阿婆哎？他每一次听到这首歌，或者他唱，他就会受不了。这位老师，因为我自己也唱不完这首歌啦，所以每次有参赛者要唱的时候，其实我很纠结，很挣扎，然后我就会一直回想到我，譬如说跟奶奶一起的状况，然后还有我怎么把这歌写完的。因为我其实一直写不完这首歌哦，这首歌后来是有一天晚上，我奶奶又到梦中来做菜给我吃。哇，我觉得那个就是觉得说好像他很担心我，然后我晚上就突然跳起来把旋律写完，因为我其实一直写不完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首歌真正表达我心里头对奶奶的思念。哇，我还把那个草稿留着，都是我的眼泪，我一直留着，我就觉得哇，所以每次奶奶只要回来我梦中煮饭给我吃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很不孝，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。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不吃饱一点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很想，对啊，很多人都是进去阿婆家的时候是瘦的，然后出来又变胖了。对，所以因为阿婆一直担心你吃不饱，就是我都觉得对，都觉得吃不饱。阿婆，我是希望你不要吃太饱。没有啊，阿婆，我要吃什么，她都给我吃。好，谢谢凯瑞哈。我其实很开心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参赛者，因为我很抱歉，我自己写的几首歌都变成这个比赛中的魔王歌，我有时候觉得很对不起这些参赛者，就没有办法拿很高分。但是可能因为凯瑞有自己的故事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在很 hold， 对不对？你很 hold 你的情绪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歌手的表现，我觉得很棒。虽然说你前面我一直觉得你在 hold， 所以我都没有看到你的感情，你只是想把歌唱好，把你的眼泪忍住。但是我很开心，你在后面副歌的时候，你整个人进去了，进去歌里面，我觉得我是非常感动的。除了我必须要挑剔的，就是譬如说你的咬字，因为你已经进步很多了。我记得你上一次来就是因为咬字被淘汰，所以这次你进步很多。但是有一些音我真的不得不挑，譬如说你，它是入声字，你一定要唱对，不是你，也不是，也就是你唱错了，那个味道就不见了。还有离开，你也是唱到台语去了，是离开，不是离开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唯一
我可以挑剔到了，其他的部分我觉得能够在台上唱完这首歌，而且是很投入的，是有画面的，也让我看到你跟奶奶的感情。我觉得我很谢谢你唱这首歌，然后也又一次的治愈我自己对奶奶的思念，谢谢你。真的，这个难为你们，因为不是客家人，对，还是要注意哈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OK，来看一下大家分数。陈慧水嘅分數。93俱樂部今天，對啊，93情人節不知道怎樣。OK， 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好，先回座休息，安住先。好來，下來。林冠權帶來田強。好來，等我啦。罗哥好，辛娜姐好。这突然从一个你很烦你，沉浸在你那个，对呀。有人叫我揍你，好来，为什么我要揍他？奇怪。啊，站好。哎，老板，你就马上破坏那个气氛。莫講法，咁要莫講法，冇做什麼太假，哎就什麼太假，哎，都係假那種語氣，對。對啊。这样子，不能你现在就当做你是一个很正常的人，很内敛的，希望太高，也不好。你就什么太高就好了。你唱到诗慧老师都纠结，对啊，赖老师会打你。对啊，你赖老师哭了。师长都准备有没有？真的，这首歌给双拜有一摆唱过，唱的以后，世慧老师说真有你的，真的，我今天你真的唱完才真有你的，这奇怪嘞，为什么他可以把？你明明是歌手，为什么要做谐星呢？谐星路比较广哦，可以做一个谐星歌手。因为我歌唱不好啊。唔会啊，你根本唱得清好啊。真的，我变哦，世慧老师都纠结。系啊。对啊，我像世慧老师，世慧老师，你做嘛？做嘛叫喏，上到嘛个事情。前
钱包冇帶來，老公冇來。下雨天踩到水坑。全部啲假嘅片，等下係冇翻寫咧。其實關權來呀，就比賽現場幾下擺誒，好，大擺就看佢表演。其實我心裡面看他表演很開心，可是我心裡面是氣在心裡。這小子為什麼老是要這樣子玩？其實我真的很想要看他靜下來的時候，而不詼諧的樣子，他到底會表現出什麼樣的彈性？這是我一直想要看的。從上一次衝亞白天宮的時間來做看到誒，雖然你用神龍安之 C 又給我破功掉了，可是我今天從你一開始要唱這個，我就開始一直很注意你的舉手投足。我發現你還是回來吧，你還是回到這個樣子。我不知道這是你自然的樣子，因為我覺得這才是你誒。如果我要看的話。就是這才是你真正想要表現自己的樣子，這個才是真正你的自信。你不一定說詼諧是什麼樣的一個表現法。你覺得我不是去反對你做這件事情，可是做多了會變 over。可是我覺得你的方式應該是在這上頭，應該再做一些拿捏。既然你可以把天公唱得那麼好，那我就不信你哪一些歌曲唱不好。這首歌看其實簡單，其實它也不容易耶。可是這麼不容易的歌，你為什麼可以 hold 得這麼好 ？OK， 謝謝老師。大家比較肯定你做歐巴，沒有肯定你做諧星這件事。下禮拜開始做歐巴。好，做歐巴。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呢？好啦，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啦。林冠權嘅分數。哇！西蒙先生，那身粉呢？哇，不得了！這個是啊，太陽從西邊出來了，怎麼可能這個數字會發生在你身上？哇，恐怖哎！不會，李正銀衝的清後啊，今天這首歌真的唱得很棒。西蒙啊，唔會唔撒氣。好，繼續加油！恭喜你啊！歐巴，西蒙大哥。好，他一百要做歐巴哈。好。哇，好 ，OK， 好，回座休息。來殺了。去變身秀英愛嘅起風。來，躺下來。水中嘅多人，半片狂眼神，又怕又冷，又是天亂又永遠嘅做法，輕快也感覺，心中有片晴朗，唔想去打嘅煩惱事情，想比多比來情希望。兩片天，兩條路，一半半又一樣，很愛嘅理想，在夢中看過，愛一次嘅抱負，心中屬於愛嘅地方。愛你的未來，那個時間，能來的第四對的愛，夢嘅時間，很黑夜漫，路上混亂嘅上一故里，愛勇敢，心中有一個信仰，卻不停停來去守航。
炳胜，炳胜后你好，你好，那个主持人好。一条歌幕后窗啊，系啊，真假音转换，真假音转换很困难。还有西蒙演的歌哈。对。对啊，就是以前啊，我在练团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客家的演出，然后刚好我们的其他团员有唱这一首歌，所以有听过这首歌，觉得说，哦，也客家也有一些比较流行、比较抒情的歌曲，这样子。不是一些，像很多。那个时候刚接触，我们从第一首到现在都还蛮出来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比较不认识啊。对。然后慢慢的听越来越多，才知道说，哎，也是很多这样子的歌曲。对，真的，现在客家歌曲这种新的创作好多元，好棒，真的很好听。不过他唱的也真的很有味道哈。对，没想到真假音转换的也很好，很温柔。这个我达不到嘞，所以我就很佩服这种哇。真假音转换的，我们都只能用实音，有吗？唱不到，所以才这样转换。只有大小声的分别，没有真假音的分别。对啊，好，来唱你的总笔欣赏。是炳胜，你的声音一直都是这么的好，好。谢谢老师。根本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但是唯有假音，我觉得可以给你一点建议。你到了假音，滴，你因为害怕，有一点想要把它做得很好，你的假音只有往上而没有往前，滴就变成虚调，然后会快要卡住哦，很危险。好，你去个低吗？我知道。矮低哈，去个低哈。所以给你一个建议，你在唱假音的时候，把这个颧骨的地方抬高一点，然后把位置往前摆一点，滴，不要滴。差很多哦。再来一个，行走右，你看哪里的应该行走右应该是这样，然后你变成哪里的行走右，哪里的啊，很可惜了，让那个线条整个把它滚出去，把位置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里抬一点起来，然后把它往前唱，不要只是往上，因为爱丁你做得到。好，加油！我觉得今天唱得很棒，谢谢老师。专业的奖品。对，我颧骨那么高，为什么没假音？好了，来看一下分数。批评先给分数。谢谢老师。恭喜又升一分！恭喜！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哈，没问题。7强没问题。恭喜！来，回头休息。冰胜稍作休息哈。好了，上好了。好，林素妍请歌传欣赏。好了，等个啦。好想情歌来伴伊唱。你
很紧张苏妍记好，很紧张啊，吓，真紧张啊，哈。跳前去冲咧太好咧吼，紧张。我刚刚看你坐到那边面白白的，刚刚是动感。系啊，系啊，最后一号没办法，那个自在度没啊。系啊，系啊，你看对起的时间就好，一冲啊出来，紧张，前面冲都挺好的，对吧？啊。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这完全是紧张所引起。真的，你那条歌又讲真的呀，这国民歌曲啊。系啊。哈，哎呀，客家人应该全部都弹过那条歌。系啊。哎。根本还忙啊，某一听啊，还没有定啊，对啊。对啊，还分数还没打出来，不在，有时候可以紧张的。过去呢，按都拜比赛哈，您今天是最紧张的。真的。这样一开歌的，因为那一开歌的时候，那个已经喉咙已经锁住了，对吗？到第二遍 Hellboy， 你这样还比较放松一点哈。就你过去比赛一个景样，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了。你是看到哪一个帅哥美女，你觉得就已经快没有机会，然后怕被他票了？冠军赢，冠军啊，对，唱得太好了，那影响。冠军，这就是你的不对。对，从谐星怎么可能会变成一个歌手呢？马上又推翻。人家现在是歌手真的吗？他欧巴哎，欧巴。所以素媛姐哈，你要特别注意哦，你还跟声线很比较阴柔和软。但是声线里面有带力量，唱歌技巧又很不错。你那个中高频伊拉来按高，跟丹田力全部啊对嘛，就这不是你的声音，也不是你的风格，所以给你开始分数也还差点位哈，就对你是一个警惕哈。有没有希望你有机会入围啦？那6强仔有机会看到你的话，我相信 Anil 这个参赛者有很多元的风格，哎呀嘛，加油！谢谢沈先生。好，对，还要看一看，能面对颜色的，看一下分数。好，林书妍的分数。哎呦，谢谢老师，不错哎，还是可以分哎，有救回来。哇，心怡要哭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哎呀，恭喜！现在才笑，你看，等下上社会去了。不要自己吓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平常就是因为工作忙嘛，突街就特教的學生啊，都冇時間啊，所以冇買時間我練歌。過關了，好吧？下一次那个緊張哈，不要帶出來，好不好？平常心，真的平常心。OK， 好，休息，謝謝。安住先哈。好了，哎呦，一下子2米88分係啊，開飛哈。唱欣賞的開飛哈，來，好，馬上。老師討論好了嗎？討論好了，討論好了。我喺講吼，其實不管係嘛啥，啲咧在舞台當杯做得行多了位，其實懂厲害嘅。那我們其實要看接下來他是不是有未來的發展性，還或者是他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磨練自己。古所講，你最美劉海係劉祐琪。恭喜劉琪！心怡，因為心怡哦，他第一次比賽，我覺得他還要比較長的時間，然後把自己基本功再做好。你一定要再回來，因為我們太喜歡你的聲音了，拜託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回來，也恭喜祐琪。真的好，要这个自己注要小心了哈。对啊，小心不要乱看到头了。看到头记得把灯打开，看清楚，原来是莲蓬头。老师希望你再继续磨练，让自己更强大。是，好吧，加油！哎呀，恭喜祐琪，谢谢。哎呀，真正的传统组的比赛啦，对啊，8强水，嘿，流行歌曲主张7强的啦，系啊，是为啥？因为台起个特别冲嘞，全部平分啊，全部唱厉害，系啊，厉害哈，太厉害。对，好了，比赛之前呢，介绍人评审先生来，车启国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潘森琼先生、潘秋芳先生、
好来，欣赏介绍的一个共请公平一下哈，规则哈，请你嘅车球嘅欣赏。基本我注意了哈，一個八強賽啊，鐵、行強、作運，哈，還有天記得咧，一個牛屎一張，一個扮料一猜，哈。當然，我創出自家風格，想要拍法拿過分咯，大家加油！好，安住先生，大家唱清楚了哈，加油哦！好嘞，進行比賽。好，羅球迷帶來評判。好來，彈過來哈。球迷记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今日都八强啊哈，心情感觉样办啊？平常心看待，平常心的哈。现在希望的想要多哪一场比的，冠军比的。尽力而为。尽力而为。哎，懂演咯。怎么按那个嘢？啊，平常是有去奈撩嘛？系啊，下礼拜。上礼拜去跟南投。南投告税啊，台风天啊，那这位台。上礼拜冇啊，上礼拜冇。南投有税后告，河是不是？南投那一大没有税后告。没南投在我们的内地啊，中间吗？河还很多溪呀，很多溪的源头都是从那边出来的。哦，地理不好嘛。谈讲也个去搞啊，乜个东西啊，乜个就唔是台语啊，你看，就闽语多。闽语就好，安好。这个东西要带啊，佢个全部分去包啦。个湿啦，都该到湿，都该到带啊。烤肉乜个全部有，不然爱朋友包就错嘞。没个，你就好嘞。农场，农场，啊，这个付一多钱，反正那全部都有。乜个都唔是带着这，哎好，安尼，要希望大家有闲时间吼，叫他来医疗。对，放松心情，安尼歌有没有唱到较好？系啊，要较有希望得到冠军啊！吃到亲有痴心呢，然后你可以做得暗讽。系，嗰度移动亲切就知啦。好啦，安尼总体来谈欣赏来讲评下咧。请你嘅车球嘅欣赏。好，安尼罗球迷设计吼，佢咪带来一个评判，其实佢本身的颜值也相当好啦吼。咬字方面，我要请注意到，佢咪演加强，就讲也28大师来讲，可能。你在霓虹也一系列要注意下，一个弯年，青岛人会唱华音，哈弯边弯嘞。弯流年啊，好，所以呀，弯流一年啦，喺白人嘅特色同佢咬，
按周边来讲，完全就有去正确都市。其他来讲，佢俾创业创了轻顺，啊，鸳鸯做了轻好，再继续加油哈！哦，谢谢先生。谢谢杨姐姐，按你这个先生看夹嘅分数好嘛？来，看一下羅秋咪嘅分數。好。哎呦，91分哈！91分。哎呦，你平常时都是94、95、96嘅咯，哎呦，今日91。因為8強，可能老師給分比較嚴格，開嚴點的。好，好吧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先在邊當從，謝謝。好，來上來。總演員帶來嘅3個字。我嚟彈吉啦。演技好，谢谢，帅哥美女好。你看演技哈，来比赛嗰種心情有一點勢在必得樣，佢對這個非常有信心。係啊，也很自我要求。對，自我要求同高哈。係啊，上禮拜我嘛創到分數冇按好，冇按好，專去心情冇好，艱苦一禮拜，冇生冇衰。冇生冇衰哦，按神也冇死，按艱苦就錯咧，鳥也冇餓。哦，按牛做唔對咧，係咪啊？做唔對啊！老公也冇去插，係啊，生意也冇去插，飯咩冇去煮，飯咩冇啦，冇按洋葱啦。哦，有一點點受影響而已啦。比賽本上是黑啊，是常常有，害怕是會。今年加比你還強啊，對不對？因為冇聽錯，有時候是去搞嘅身體嘅狀況，咩會影響到。係啊，像演技冇問題啦，加個嗓音音質啦，如果冇全部都後堂，懂好嚇。係啊，謝謝，謝謝。真的，好，彈下先生嘅歌，嚟，下先生。首先嚟講啊，你真緊就跟阿鳳了，點樣講呢？緊張。唔過好多有其他係酒店來對，按那個貴你講嘅截長不短，嘅音質非常好。唔過我就本就建議啦，當然唔講三個有幾種嘅唱法啦，三個字幾種唱法，佢最高音係咪嘛，你那個唱到咪冇唔錯，唔過係因為講你只聽一機。好，你聽一基本發上嘅時候，個噃，你多數種你要願意，本嚟彈到係硬人嘅感覺啦。係咩講？你潤氣嘅方面、轉音方面，你要注意加強。還有靠太假，你靠太假嘅時候，人家用咪嘅音嚟唱，靠咪嚟咗啦，靠太陽，你就靠太。兩種嘅意思是拉的音，一隻係咪的音。你用大音，用腔浪咬，什麼腔浪係正確嘅呀？你冇需要講唱個咪的音去唱，你下迄位你嘅音，我都感覺唔會比較，多少下起不足。
希望下回吼，还有在的比赛有还有些吧，还有在能够比赛时，希望其他的专业方面也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安子谁，好，来看一下两个分数了哈，来。总运检嘅分数。90分，90分，做得啦，因为今年也后尾集团吼，线上嘅分数嘅严格度会比之前较高，好，系啊，好，加油，好，安子姐，好，在面当手，什么年纪？好了，撒下来，撒下来，总修方带来落山歌，好嘞，坦克啦。山过了，路弯弯呐，开到了。流汗啊，行路难山歌唱出心欢喜呐，同发了。比些啦，来做伴什么你好，有一组经验哈，你好，这个我们的消防大使，消防大使，没有，系啊，哇，辛苦咧，系啊，接去到你呢，我开始宣导啊呢消防观念都消防观念哈，从来下到礼拜初5年，我还真的当过台北市的消防大使，哦，还当过2次，哦，真的吗？我有去去一些那个。像那个万华区啊，有一些那种独居老人家里，然后也是去宣导，请他们装那个防灾的那个对，侦烟器，烟雾侦测器那种，烟雾侦测器，对，哦，侦烟器，侦烟探测器，侦烟器一般是侦脸还是侦什么？侦喉咙，耳鼻喉科用的。侦脸，然后侦脸就这么凶，那还要爬到屋顶侦脸。啊，真的。你不用，你很高啊，你可以。哎呀，公司啦，公司。说真的啦，这是真的很需要，因为没有很多钱嘛，装一下真的比较安全。现在好像有些是免费的哈。现在就一户就有一辆，一户有一个免费的，政府会补助。免费的。啊，你想比如讲3條、2條、3條當個下，我就講，我7間買，哦，這樣價錢就差嘅。要申請嗎？
申請出只李總嗰邊電機，也係講出只啲消防隊電機都做得。哦，有這都得拿到。真的，哎，也没有顺便呼吁啊，那个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哈，真的都有帮助啊。係啊，迄冇多時啊，本以話嗰種電視廣告，有冇咩？本以8人出來，啊，爸啊，你哪唔走啊？哈，啊，我就卡巴奇，我是要哪走？係啊，來，哎，衝得嚟哈，係啊，落山歌，來，唐先生嚟講起。請你跟魏先生。咧張小鳳小姐今日唱《落山歌》。嗰條山歌嚟講啊，因為山歌嘅結構、轉腔各方面，我認為就冇乜問題。基本嘢，我唔知講呢係緊張，又係講伊心理上有問題。從翻山過嶺6萬萬開始呢，1、2、3、4季每上全部燒上壓上壓嚟，耳機啲咪耳機嘅彈嘅時候，全部沙滾上，佢流暢度啊，音圖各方面，感覺上要加強嘅機會啦嚇。我認識嘅種小鳳小姐啊，平常時嘅水準唔一樣嘅，經理可能嚇有啲特別有問題。經理都要小鳳所長。要所長嚇，係講咧往後啊，要係唱歌機會，就你以往嘅嗰種嘅水準嚟唱，你相當要當好嘅成績，加油！來，看本書，來。總小鳳嘅本書。阿婆做得好啦，啊，你有教佢講行嗎？我有教他唱，他會唱哦。我會唱哦，會唱哦。那改天哦，可以來挑戰賽。獎金挑戰賽，穿3000年有沒有？啊，小朋友。為了3000塊，很多錢。對美，對小孩子來講，3000塊很多嘞。總小鳳嘅分數。真的有所長哦。係啊。啊。86。哇呀，分數凶多吉少。冇要緊，係上講有啲只機會衝到你下，咪動向。係啊。唔，迄我係記下味，唔做硬件。好啦，謝謝。好啦，先再謝當場，謝謝。啊，沙來。黃美健帶來平板。來，等下啦。
喜哈。哎呀，也比赛也都给团啦吼，哎呀，我看伊也都也一支持啦吼。支持。支持。啊，看到以后用办讲，较前面的。安好的环境本伊教伊好啦。哦。安好的环境哦。对啊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专业的大乐队，大师们。嘿啊。哇，还有客家嘅啊，最专业的国宝级的欣赏，全部都有。国宝级的欣赏。平常时比赛哪有可能有那种配备啦？无啦，全配。全套的，我跟你讲哦，哎呀，半套，外面大概都半套，我们这是全套的。做好做满。对呀，跟也不看人看到无心无用的。上个来听下比赛。其了着吼，他们讲我想要唱歌啦，有别种的才艺啦。别种的才艺。吞剑。唔要啦。编魔术。唱来。先生佢要拉胡琴啦，系啦，像俺那几了就他有别的手艺，不是他假日没有空，冇闲来就抽嘞。安尼有机会，那个是进入到6强的时间。唱那个请你老公。已经会啦，会啦，你上好嘞啦。那个画面又行得丰富，行得好看对嘛？哎呀，赞，哎，优秀嘛，优秀，那就加油哦，吼！谢谢，什么？先唐先生来讲片啊，来，秀峰先生，好，什么？你米琴小姐哈，你今日哈唱歌的时间哈，我看人家安尼规只表现就。当你讲的小心翼翼，当生意啊吼，你就安尼行一个位的，搭在安尼吼，搭铺就行个动物安尼吼。唔过啊吼，你唱歌的吼，有所谓讲，你就像是唱歌的时间，有强，有弱吼。你唱两首歌啊吼，你规只个上人就较平调的，吼，就较无。讲如嘛，其实吼，讲实在，就迄硬较吃亏的地方。吼，我希望讲，喺一般人歌语唱的时间啦吼，你从那个专人的地方啊哈，树梅人的地方，莫再白到人睇，因为你再白啊睇的时间，人上人就会变态。cái糖起來嘅面上就冇糖到暗好糖咁樣嘅咯，希望人加油哦！你可以欣賞我講哦，唱歌最後白下睇到嘅，聲音怎麼出來？我咪你講法我。唔過嘅最白睇睇嚟嘅，嘅起一下就做佢。個麥克風我本腳睇啦。來，看本書，看一下黃美婷嘅本書。什麼比賽？好啦，綜藝，也目前真過分嘅，叫聲呢份，進入6強有機會哦，有機會，8強都冇問題嘅，係啊，8強冇問題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這些好來再別當錯，好，謝謝。沙了。陳妍雯帶來嘅3個字，來彈下啦。
主持人好。因为之后又又见面咯。对啊对啊，哎呀，你也懂好呀。係咪上一拜嘅主動嘅海選嘅時節啊，叫大家孫還有嘅孫子孫女強下來。哎呀，也好命點解要來啊？我都嚟幫我加油。哦，幸運星係咪？阿婆做都好啦。真的，兔孫咧，含飴弄孫的呢。暑假都回來跟我。哦，你有教佢講行嗎？我有教他唱，他会唱哦。会唱哦，会唱哦。那改天哦，可以来挑战赛。奖金挑战赛，穿3000呢有没有？啊，小朋友还没有勇气啊。啊，得搞，再搞。对啊。为了3000块很多钱呢。黑美，对小孩子来讲3000块很多呢。真的好好搞。系啊，奖金挑战赛，我呀节目咪当时要新人嚟到好好嘅表演啊，本他做一个好嘅示范，传承，好嘛？好，就等你哦。好，OK，好嚟，重提到唐先生嘅講嘅。唐先生講嘅，請佢嘅先生。係，安尼葉梅子哈，今日唐人唱山歌就真是按照世界人命無痛無病。唱到當開心嘛，佢冇講將素人看到當中，反正係唱快樂就好。所以今日我要針對佢嘅歌詞啦，就講2年1生嘅時間，佢1生當明顯嘅，佢嘅音就別特嘅，所以喺拜年唱嘅山歌詞之前，自己聽到注意，唱到高音，哎呀，佢聲音唔會別特，自己就要當注意到啦。好，再加油哈，加油！謝謝老師，謝謝先生。志華先生要補充好，請老師已經講董上先，我喺呢本而家建議，你上陣屬於太白嘅，當太下。好，講請老師講，世界人命唔好不太平。我真的呀，安尼以後我唱過啦，安尼應該咩唔會不太平。唔過啱啦，唔咩世界人命唔會太平，你唱太下，它是你。強弱你要注意，我本意你唱嘅本意感覺幾首歌同你當天上到嘅寫，你到後尾時手結演咧演示嘅時間，猜你數音你就我就感覺手結到演啊，一下就冇睇咧。你冇團跳夾，你個拍數你要來俾拉來，加油！謝謝老師。我哋先生仲講咩事？而家一到個技術咪唔可以講啊。係啊，因為堂度就會講。上課時就講嘅東西，會錢呢，你話開玩笑呢？賺到真的。賺到你賺到。什麼先生？好嚟，考分數。陳一梅嘅分數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啦，去做休息啦。89分。89分。係邊緣哦。係啊，但是加油咧86嘅，墊背。哎呀，排泄在傷口上撒鹽。冇啊，你唱得真歡喜啊！好嚟，殺下嚟。祝新婦帶來老山歌。嚟，等下啦。世界，唱山歌人生。
中天身体健康啊，快乐多请问你好，系啊，帅哥美女好系啊，你好。一来比安多摆，佢讲比到也好，每一摆比赛嘅心情冇办法不用轻松啊。哦，哎呀，避水就要用奇怪吼，奇怪，咩唔會奇怪，嗌避水咩先緊張？心都會壓力的啊。壓力太大，莫講比賽，有場時緊張都吃不下。有時候比較大場的一些演出，我們上台前都還會，會緊張，係啊，係啊，奇怪，莫講嘢就平常時吼。那他們說，不要說我們哦，我聽說像比如說像一些比較大咖的那一些開那種萬人演唱會的那種，他們上台前都還是會很緊張哎。一定會啊，還要禱告，還要幹嘛？拜拜都有，有冇？對，所以哎呀，不用輕鬆，平常心，嚇。而家人會緊張冇？應該較好啦吼。唔會咧。衝突就唔會緊張。衝突係會緊張。好，唐那個評審先生講評啊，係啊，請秋夏先生。你上講老實話，咩親好哦？唔過老實講，因為腔落有強弱啦哈。親愛的感覺就你歸屬過，你唱到太高音，有陣時唱上歌嘅時候，我就感覺你多少會一點點嘅表現，因為他唱上歌，他唱是係咪的音，哈。你老實講，喺我哋建議，你能夠講這個音來唱，因為我感覺你唱到高音嘅時候，多少有實力的。比較較實力啲啊！唱歌未必上手，必就咪嘛。你要老山歌是最難唱嘅，那泰山歌嘛。你要啲吊歌，你要歸屬歌，人家歌詞要會唱山歌，還有命中天的六個音，同你係咪的音。所以你唱嗰時，我是感覺你就比較較實力啲啊！人生唔是咧，就是我感覺你個轉都冇講輕講哈。還有是講你感覺我今日。我哋歌詞，老平常就唱嘅歌詞冇唱到，人呢冇照個人單唱嘅歌詞嘅 key， 你去唱，你既然你唱得出歌詞嘛，你就比較一個現最適合自己唱嘅條嚟唱，按下好表現，好，本人就建議，好唔好？繼續。什麼先生？什麼先生？看分數，來，主幸福嘅分數。什麼先生？恭喜啊！恭喜你，文清國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好了，現在滅當走完之前，沙茶都會照亮大家的。彭水峰帶來嘅平板。來，等啦。批判了多難。這邊用板啊，唐老衰唔起啦。衰，太嚴重咧。冇向上來啊，上都衰唔起。
什么？哎呦，师傅拍多好哦。今天唱得很好哎。对啊。有吗？哦，今天很软哦。很软。哦，哎呀，唔会像哎之前的什么谁鬼什么什么浪面啊。谁鬼浪面？谁鬼浪面啊？硬冰啊你啊！有认吞字头的嘛？系啊。有啦有。有啊。那位太师啊。你按多太师份啦。按多太师。唔係講不看認同建議誒。不考研唔好，不考研唔係同講建議，佢看電視講啊，爸爸，我日太太講哦，你唱歌阿峰啊，你唱歌硬唱。我嘅多少會講啊，我人媽會建議嘅，建議我同建議，用，麻煩你唱歌。軟一點點，軟一點點。哦，誒講真，今日唱唐迄個當孫啊，啲喺旁邊唐啱啲先生用耳機唐嘅感覺用版吼，係啊。可能會唐先生講張啲。哦，對，請教一下先生。請你嘅魏先生。潘水龍先生今日唱了首平板山歌，是頭先羅主席講嘅唐嘢真順哈，嗰條山歌唐起來。有人個沿途全部有拿做到哈，我兩條山歌啊，四句是全部就達到山歌了是20字。我認為講，這是為了山歌了為了唱法啊，唔是唱到10分呢，山歌啊哈，唔是，看山歌是不是有在沿途啊嘅？韓國兩首歌啊。算起來係當快樂嘅歌啊！山歌唱咧都幾人啊？大家少年練添少年。咁我潘先生，你喺喜怒哀樂嘅表現上啊，你在唱咗你多少嘅苦情版嚟嘅腔調落嚟嗬？希望你以後咧改進上，能夠講融合你嘅歌詞，讓你嘅唱腔。讓你表情嚟嘅方式，睇你日嘅幾多次咯，就冇當歡喜樣啊！我呢一點半呢只建議，其實幾條都三個場可以嗬。我想鼓勵一下嗬，正然當難得，喺講今日做比賽嚟講嗬，而家上人非常嘅冷調嗬。我記得上班唱嘅時間，我有攏建議講嗬，大家是冇聽太上嗬。唔今日嗬講實在，唔就8個當嗬，唔過嗬，從聽耳機啊、聽復數咧，特別啊，韓國腦連連嗬，你兩隻是你兩機啊嗬，你喺從睡眠嘅時間嗬，表現樣到位，幾首歌曲嘅表現會非常嘅好。好，是嗎？是嗎？彈痛啊！可以啊！哎呀，身體以後啦，哎呀，好，來，關分數，彭水峰嘅分數。哇！目前請過分哦，最高分興哦，有冠軍相啊！哎呀，好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安子好了，專業畢業當頭，謝謝。上籌沙雷突遠峰帶來山歌子，來聽啊！
唔分记哈，员工自己做得很强最紧用班啊，因为堂讲衰唔摕啦。所以哎太紧张嘞。莫跳上来，上来上都衰唔摕啦。他把有时间一想到歌词的，就是会实在很有下。哦，灵感来了，灵感又来，就是想加减写呀。为什么要上歌词？那当然要出唱片啊。唔係啦。以防萬一啊，那麼係有進入強嘅時候，哎呦，主題呀，我去加寫啊。他已經為進6強做準備了。你在未雨綢繆，是不是？也是。很棒啊。对呀，每一個進步啦，对自己一个动力，先想好了，先準備好了，哎呀，对呀，你不要到时候臨時抱佛腳，結果想出來啊，沒靈感。對啊，不過現在有一種方式，你有沒有手機？有哈，其實以後不用爬起來。我不用爬起來。對啊，你手機是不是在放在睡覺旁邊的床頭櫃上？對嘛啊？有呀。對，這哎上到。手機唔過拿起來。我老公會罵我。結果我做馬桶醫生講半夜開空調看手機，按講長到機。所有下六點就開空調咧。曹老公，係啊，都嘛按講都嘛，冇係輕空喺度戇貓啊。我都點罵我講。好啦，來唱得嚟公平哦。請你嘅秋風欣賞。好嚟。好，突遠風哈，你如記法講成功出去本來如準備嘅人來各位哈，今日吼講實在人唱歌嘅吼，佢就唱歌出唱安尼，按順順嘅，個韻味如作到哈，唔過啊吼，唔到兩個金色列達、樹莓列達、綠綠嘅吼，我知道個戲吼無講清楚。韓國到了個當然要轉的時節啦，吼，咪了了個個上人轉潤吼，唔係講轉到清江，小可一啲啲嚟個呢各樣題，吼，加油哦！好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好嚟看本書啊，突遠風嘅分數。越帶風絲嘅人嘅什麼分數係高啊？大概就按高分啊，你係以後很多羅時豐好啦。羅時豐，你兩年後。好來，恭喜，好來，沙雷，請問蘇打雷嘅平板。請問蘇先生哈，蘇太哥好，主持人好，係啊，佢之前嘅工作係一種比較較高壓嘅嗰種工作，哦，
也退休啦吼，忙退休，忙退休，准备要退休啊。哦，跟爷目前还咧上班的呀。哦，还咧太厉害那种国外。哦，运送那个化学的运输哎。哦。我头个通个拢会讲，也运输迄个用心试验啦，运输良心事业吼，对社会要有责任嘛吼，跟那个有xã會責任。即便個運輸嗰種有危險品，有毒氣啊，有個鈷60放射性那個物質啊，所以將來咧個炸彈咧行都好行用啊，所以安全非常注意安全做。就是拖拉機嘅太大嘅，一多噸咧，35噸，35噸。啊，迄我就做安尼圓圓嘅橢圓形嘅安尼規安尼長長嘅個吼。係，基本上係管理人員嘛，所以說講。对这个酒精的政策啊，就绝对没有办法妥协的。对，这个当然。对啊，司机这个安全都要管理管好了。对。你没管理，对社会都没办法搞胎啊。对啊，开酒不喝车，对吗？开车不喝酒。好像也很顺哎，为什么？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对嘛。OK， 好，安尼总体咧吼，通过每一种抒压的方式啦吼。係啊，安尼总体来通欣赏的公平啊。像安尼个车曲个欣赏。好，安尼车太哥今日带来一个平板吼，一开始啊，今日看演唱，佢真是压力相当大。哦，所以佢从天机望子的时间，佢上多少笔笔啊？好的，都面方演唱啊，就演顺。不管在以转运方面、咬事方面，也咬得清脏啦。最主要呢，有讲过，越緊張啊，越緊張，也個傷啊，我熟的，所以我當容易措施講，做乜我必傷，原因係乜嘅？完全是個緊張的事嘅，所以越都要不強，大家越愛能夠來控制自家。能夠講將你最好嘅發揮。剛開始我就講過咪你就強鬆倉，用人個傷。就能夠會較好，所以迄個是有在意辦法，自家一定都要注意吼，再加油嚇！好，真係好，你啊9米裡頭，爭取8強的1V啦吼，也就看人分數咯。因目前有1V嘅分數係86分，看門將，係啊，也都看咯吼，來看一下。下面數嘅分數。問題啊，93分啊，恭喜！對，平常是按有壓力，好好的唱歌的，唱歌的舒壓當舒壓的方式，哈。安子說恭喜啊，恭喜！啊，嚟準備當，謝謝。好唱歌朋友懂多了，坐在大理嘅報名專線0966676666，還有你嘅傳真電話022747878231。等大家來報名啊！哈，非常多謝，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沒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謝謝。評審先生，安子謝，多謝，係啊，謝謝。什麼你嘅陳水仔？謝謝，還有。還有你嘅小康老師，還有樂趣嘅先生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辛苦了啊，很無聊哈。好了，還有工作同仁們，大家非常的辛苦啊，謝謝大家，謝謝各位工作同仁。來，你們大家我們記得下禮拜9的時間有喜歡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空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
家。